弟兄姊妹，如果有人問你係邊個啊，你會點答啊？好多時我哋都會話我哋係邊個嘅仔女啦，邊個父母做啲乜嘢，喺邊度生活，返邊間教會。但如果我哋再深一層咁問，你嘅真正身份係啲乜嘢啊？你嘅價值係從邊度而嚟㗎？我諗呢個問題就唔係咁容易回答啦。今日睇嘅經文呢，表面上就係講耶穌嘅受洗同埋一段好長嘅家譜，離我哋咧好似好遠。但其實咧，路加正正係要回答一個好重要嘅問題，就係耶穌係邊個，以及咧天父點樣睇耶穌。而家我哋一齊嚟睇呢段經文，路加福音3章21到22節。眾百姓都受了洗，耶穌也受了洗。正禱告的時候，天就開了，聖靈降臨在他身上，形狀彷彿鴿子，又有聲音從天上來說：你是我的愛子，我喜悅你。呢度咧雖然只係短短2節經文啦，但卻包含咗好豐富嘅信息。首先，我哋注意到一個細節，就係耶穌受洗嘅時候呢，路加竟然咧係冇提施洗約翰嘅名字嘅。喺馬太福音同埋馬可福音記載裏邊都清楚話俾我哋知，為耶穌受洗嘅人呢就係約翰啦。但路加呢卻係冇提到喎。更加特別就係喺前一節啦，即係3章20節，路加呢早已講到約翰呢被希律收監嘅事啊。但我哋都知道啦，約翰被囚嘅事呢，其實係耶穌受洗之後嘅。如果按時間嘅順序嚟講，路加嘅編排咧係唔合理嘅。但點解路加要咁做呢？原因有2個。第一就係路加要淡化約翰嘅角色啦，就要讓讀者將焦點咧完全放喺耶穌身上。第二就係同整卷嘅路加福音文學結構有密切嘅關係。仲記得我哋講第1、第2章嘅時候，我哋提過路加咧係採用一個叫做平衡嘅結構寫作手法去介紹約翰同埋耶穌嘅故事嘅。路加咧係先講天使報告約翰嘅出生啦，然後就講天使報告耶穌嘅降生。接住路加咧先描述約翰嘅出生同成長，然之後先至描述耶穌嘅出生同成長嘅。去到第3章，呢個平衡嘅結構咧就延伸到去佢哋嘅事工裏邊啦。譬如3章第2到18節就係講約翰嘅侍奉啦，3章19到20節就係講約翰嘅受害，跟住去到3章21節就開始將焦點咧完全放喺耶穌身上。3章21節到19章嘅27節咧就係講耶穌嘅侍奉，跟住19章28節到24章嘅53節咧就係講耶穌嘅受害同埋復活啦。所以路加有咁嘅安排，就係要讓讀者明白，約翰呢只係喺曠野呼喊嘅聲音啦，係為主預備道路嘅先鋒。但耶穌呢，就係救恩嘅本體，係神嘅兒子，係百姓真正嘅等待嘅彌賽亞。路加呢係為到耶穌嘅事工呢，開始咗一個叫做完美嘅鋪路啦。咁除咗呢一點呢，路加特別就記錄咗一個細節，就係其他福音書都冇提嘅，就係耶穌受洗嘅時候咧喺度禱告。喺原文裏邊啊，禱告呢個動詞啊係用現在分詞，強調耶穌受洗嘅時候咧唔係短暫咁祈禱啦，而係持續咁祈禱噶。咁祈禱咧喺路加福音裏邊咧一個重要嘅主題，路加咧係特別強調咧耶穌喺一啲嘅重要嘅時刻咧都以禱告作開始嘅。例如耶穌喺受洗嘅時候禱告啦，揀選門徒嘅之前就禱告啦，登山變像嘅時候咧又禱告啦，甚至耶穌受害嘅之前啊喺客西馬尼園嘅時候咧，耶穌都向天父禱告嘅。咁呢節經文咧都提到一個好重要嘅地方啦，就係中文嘅和合本聖經裏邊咧為咗句子嘅流暢咧係冇翻譯咗21節咧原文一個主動詞嘅。呢個主動詞咧可以翻譯為發生咗或者事情是這樣的。咁呢個動詞其實好重要嘅，目的咧就係引導後邊3件嘅神聖事件啦。咁就係天開了啦，聖靈降臨同埋有聲音從天上來。
咁換句話講呢，路加福音喺耶穌受洗嘅呢件事裏邊呢，焦點呢就唔似馬太福音咁放喺耶穌就係盡諸般嘅義，亦都唔似馬可記錄到呢耶穌從水裏上嚟嗰句，而係聚焦喺耶穌受洗嘅時候呢一連串發生嘅神聖事件啦。咁而家我哋嚟睇下呢3件事件啦。第一件就係天開了。天開了呢個景象呢，就係聖經裏邊象徵住神要直接賜下特別嘅啟示，例如喺以西結書1章1節啦，約翰福音嘅1章51，使徒行傳嘅7章56、11章11，同埋啟示錄嘅19章11，呢啲經文都提到天開了嘅異象，咁代表住神嘅領域向人嘅領域咧敞開啦。咁耶穌受洗嘅時候呢，天開了呢個現象呢，都帶出相同嘅意思。就喺呢個咁重要嘅時刻啦，神要直接介入喺人類歷史裏邊，咁向人親自去確認耶穌嘅身份同埋地位。咁第二個事件就係聖靈降臨啦。咁喺約珥書2章嘅28到29節，同埋以西結書嘅36到26到27節裏邊，先知都曾經預言聖靈將要降臨啊。咁而家咧，聖靈降臨喺耶穌身上，代表住呢個末世救恩嘅時代咧係開始咗啦。咁同時亦都呼應住以賽亞書42章僕人之歌裏邊關於受苦僕人嘅訊息。咁神要將聖靈賜俾佢嘅僕人，去將公理傳俾外邦啊。咁亦都預示咗啦，日後耶穌嘅事工裏邊咧，耶穌係會帶住聖靈嘅能力咧去傳揚真理、醫病趕鬼嘅。咁順帶一提啦，路加咧係唯一一位咧福音書嘅作者咧，記錄到聖靈有可見嘅形象啦。路加就話聖靈形象彷彿像鴿子。咁點解路加有咁嘅記錄呢？咁作為一位嚴謹嘅歷史學家啦，路加其實要強調聖靈嘅降臨咧，唔淨係耶穌啦，或者係約翰咧個主觀見到嘅異象啊，而係一件真實啦，可以被肉眼可見嘅歷史事件，去確認耶穌咧就係嗰位咧被神揀選嘅君王啦。咁第三件事就係有聲音從天上來啦。咁呢個咧係整個耶穌受洗嘅高潮啊！因為咧喺呢段經文裏邊啊，係天父親自講嘅。佢話：你是我的愛子，我喜悅你啊！呢句説話咧係極其重要嘅，裏邊包含咗2段咧舊約嘅經文，藉此咧向眾人去公開宣認耶穌嘅身份。第一段咧就係詩篇嘅2章7節啦，裏邊講到：你是我的兒子，我今日生你。咁其實呢度生呢，就唔係講肉身嘅出生啊，唔係話父母生孩子嗰個意思，而係古代君王登基嘅時候被神立為兒子。呢個呢係講緊呢即係呢個係蒙受皇權嘅宣告嚟嘅。咁第二段呢，就係以賽亞書嘅42章第1節啦。佢哋話：看啊，我的僕人，我所扶持的，我所揀選的，心裏所喜悅的，我已將我嘅靈賜給他。咁呢段就係頭先我哋所講嘅僕人之歌嘅開頭啦，講述嗰位神嘅僕人係帶住聖靈咁謙卑咁完成神嘅使命㗎。所以當天父喺耶穌受洗嘅時候講咗呢句説話，唔止係表達咧耶穌係神嘅兒子啦，唔止係咧就係講咧天父同耶穌咧有住父同子呢個親密嘅關係，更加係用呢2節極為重要嘅舊約經文啦，去公開宣告耶穌咧就係嗰位咧受膏嘅君王，同時咧亦都係嗰位咧受苦嘅僕人。耶穌咧係蒙神所愛嘅、所喜悅嘅，係天父完全信服嘅愛子。換句話講啦，路加咧係要藉着耶穌受洗呢個場景，去描繪成耶穌作為彌賽亞君王嘅登基儀式。喺嗰一刻開始啦，即係好似天父就正式宣告耶穌嘅王權啦，同埋耶穌嘅事工咧就正式展開啦。咁耶穌咧就將會帶住聖靈嘅能力咧開始佢嘅事工。咁而家啦，我哋睇耶穌嘅家譜啦。咁耶穌嘅家譜係好長嘅，我淨係讀23同埋38節。23節。耶穌開頭傳道，年紀約有30歲，依人看來，他是約瑟的兒子，約瑟是希利的兒子。38節，以羅士是塞特的兒子，塞特是亞當的兒子，
亞當是神的兒子。咁喺四福音書裏邊啊，馬太同埋路加咧同樣記錄耶穌嘅家譜，但明顯嘅呢兩個家譜咧有好多唔同嘅地方。第一個唔同咧就係兩者嘅追溯方向同埋終點都唔同嘅。咁馬太咧採用咗典型嘅猶太寫法啦，就係由古到今，從亞伯拉罕開始追溯到耶穌，強調耶穌咧就係立約嘅繼承人。而路加咧則採用希臘羅馬史家嘅寫法，係由上追溯嘅，從耶穌咧直到亞當，甚至到神。呢種寫法咧喺當時咧常用於描寫英雄啊同埋神明嘅出身。路加咁樣寫，目的就係在於顯明耶穌咧唔只係猶太人嘅救主啊，更加係全人類嘅救主。此外，路加咧使用嘅語氣咧都唔似馬太咁嘅。馬太用就係邊個生邊個啦，呢種家譜嘅形式就好似一個咧宗教嘅家譜。咁但係路加咧喺路加福音原文裏邊啊，路加只係一直咧列出一堆嘅名字嘅，唔係好似和合本咁講咧邊個生邊個嘅。咁呢種形式咧更加似係一個咧歷史連貫嘅名單啦。咁新漢語譯本咧就採用咗呢個以名單嘅翻譯方法啦，令到成個家譜讀起嚟咧好似一份咧歷史嘅記錄。咁第二個唔同嘅就係兩者結構分類上都唔同嘅。馬太咧好明顯啊，將家譜分做三組嘅14代嘅。咁從亞伯拉罕到耶穌咧，總共有42代，象徵住歷史喺耶穌裏邊咧已經達到圓滿嘅高潮啦。但路加嘅家譜咧就難以用數目去分組嘅。但係咧我哋就可以用歷史嘅時代分為5個階段。咁第一個階段咧就係耶穌到撒拉鐵啦，代表住耶穌嘅近代祖先啦。咁第二個咧就係撒拉鐵到大衛啊，代表住被擄與重建嘅時期啦。咁第三個就係大衛到亞伯拉罕，代表住王國同埋民族嘅興起。咁第四個咧就係亞伯拉罕到挪亞，代表住族長同埋洪水嘅時代。咁最後一個第5個啦，就係挪亞到亞當，代表住人類嘅遠古起源。咁另外路加嘅家譜咧，仲有一個特點嘅，就係從耶穌啦一直追溯到亞當，再到神咧，係總共咧係出現咗77個名字嘅。咁7咧喺聖經裏邊係代表完全嘛。咁而家7乘11就代表乜嘢？係完全嘅完全啦。因此呢個數字咧，可能咧係路加有意設計嘅，唔係真係耶穌到亞當咧只係77代。咁路加就用咗77呢個數字，用嚟咧象徵耶穌係完全嘅救贖啦，同埋終極嘅代表啦。咁第三個唔同就係兩者喺繼承線上都有差異嘅。咁路加就記錄約瑟咧係希利嘅兒子，而馬太咧就話約瑟係雅各嘅兒子。咁希利同雅各係兩個唔同嘅人嚟噶嘛。咁多數聖經學者認為啊，馬太嘅記錄咧係一個皇位嘅繼承嘅律法嘅族譜，而路加記錄咧係一個血緣以生利嘅族譜。咁由於咧耶穌咧並非約瑟喺血緣上嘅親生仔啊嘛，而係由瑪利亞所生嘅，咁所以咧路加一開始就話依人睇嚟約瑟咧只係耶穌咧係約瑟嘅兒子。咁聖經學者就由此去推測啊，希利咧唔係約瑟嘅父親，咁希利咧可能係咧瑪利亞嘅父親，而約瑟作為女婿咧就被列入喺呢個家譜裏邊。咁呢個咧係因為路加咧重視耶穌嘅血緣多過耶穌皇位嘅血統，強調耶穌嘅人性。耶穌咧係代表住全人類。咁最後嘅一個唔同啦，就係第4個唔同啦。兩卷福音書放置嘅家譜嘅位置都唔同嘅喎。馬太福音咧嘅家譜一放喺咧耶福音書嘅開端，咁路加福音嘅家譜咧就放喺耶穌受洗之後啦，同埋喺受試探之前嘅。咁兩者嘅分別在於馬太同路加對家譜嘅功能咧都有唔同嘅睇法。咁馬太福音強調耶穌君王嘅身份，所以一開始咧就要宣告耶穌係大衛係亞伯拉罕嘅子孫啦，就讓一班猶太嘅讀者知道啊耶穌嘅合法性，耶穌係有資格繼承
皇位嘅彌賽亞啦。但路加福音咧嘅家譜就強調耶穌係除咗係完全嘅神之外咧，亦都係完全嘅人啊。因為當耶穌受洗嘅時候咧，天父就宣告呢個係我嘅愛子啦，咁就確立咗耶穌嘅神性同埋皇權。緊接住路加就將耶穌嘅家譜咧就追溯到亞當係神嘅兒子，就去證明一樣嘢：耶穌除咗係有神性之外咧，亦都係有完全嘅人性，係有真實嘅血緣。然之後咧，佢先去接受魔鬼嘅試探啦。因此咧，路加嘅家譜嘅目的咧，就係將耶穌嘅神性咧，同埋佢嘅人性咧，完全咁結合起嚟，並透過血緣咧，同亞當去連接，從而向讀者表示，耶穌受試探咧，佢唔係以神嘅權能去面對嘅，而係作為人類嘅代表，就係要以一個新亞當去接受咧魔鬼對人性嘅終極考驗啦。耶穌咧係以一個新亞當嘅角色啦，去承擔住人類嘅使命。耶穌咧係要走一次嗰條咧舊亞當曾經失敗嗰個試探之路，但呢一次當然耶穌就係完全嘅信服天父，為我哋成全公義，帶嚟徹底嘅救贖啦。總結啦，路加福音3章21到38節咧，呢段經文咧睇嚟好資料性啊，係咪？好多名字出現，但呢個其實係路加嘅精心安排。除咗向讀者表達施洗約翰嘅事工嘅敘述咧，已經完全轉向做耶穌嘅事工啦。咁仲有係要將耶穌嘅受洗啦、耶穌嘅家譜啦，同埋下一章耶穌面對試探呢3件事咧，我哋叫做連成一線啦。從而喺耶穌開始事工之前，去奠定耶穌係彌賽亞啦，同時耶穌係完全嘅神啦，亦都係完全嘅人，呢個咁獨特嘅身份。好啦，而家我哋嚟思考呢段經文嘅應用。呢段經文係唔容易應用嘅，因為佢唔係一個故事啊嘛，同埋包含咗一個好長嘅家譜。咁雖然喺應用上唔容易，但裏邊蘊含咗豐富嘅信息。咁其中一個咧就係提醒我哋，就係我哋嘅價值咧唔係由行為嚟決定嘅，而係由身份去決定。咁喺23節，路加就記載耶穌開頭傳道，年紀約有30歲。呢個表示耶穌喺公開侍奉之前啊，係有一段好長嘅時間咧喺拿撒勒過住寂寂無名嘅生活。咁其實耶穌喺12歲嘅時候已經我哋叫話喺耶路撒冷聖殿嘅時候咧，叫做鋒芒初露啊。當時咧耶穌非常之有智慧，同一班聖經老師咧進行對答。但嗰刻咧，耶穌就冇選擇留喺耶路撒冷開始佢嘅事工，而係順服約瑟同瑪利亞，翻到去拿撒勒。喺呢18年期間咧，耶穌就冇講道啦，冇行神蹟啦，冇醫病趕鬼咧，淨係喺拿撒勒做木匠。但係天父喺耶穌公開侍奉前第一句説話就係話：你是我的愛子，我喜悅你。呢句説話就係話耶穌仲未喺有做任何侍奉之前，有任何成就之前咧，天父已經愛耶穌啦。呢個顯示天父嘅愛咧，唔係基於耶穌嘅成就，而係基於耶穌嘅身份。其實呢個喺更早之前啊，路加咧已經俾咗我哋一個好重要嘅提示啦，就喺2章嘅52節，當耶穌仲係孩童嘅時候咧，經文就話耶穌嘅智慧啦，同埋身量並神和人喜悅，他的心都一齊增長。當時耶穌只係孩童啦，佢喺度成長緊，喺度學習緊，喺度生活緊。但聖經話神已經喜愛耶穌啦。其實呢個真理咧係徹底咁挑戰我哋今日嘅價值觀嘅。我哋活喺一個好強調成就嘅世界裏邊，喺學業啊、工作啊、收入啊、地位啊呢啲，我哋好容易咧就用呢啲嚟衡量我哋自己嘅價值，甚至我哋覺得咧係要做得好啦先至被愛。但福音就話俾我聽，唔係我哋因為做得好，神先愛我哋嘅，而係因為神愛我哋先能夠活得好。就好似羅馬書5章8節所講，基督在我們還作罪人的時候為我們死，神的愛就在此向我們顯明了。因此，我哋需要從呢種以表現為中心嘅生產力文化裏邊得到釋放，重新去認識神話語，
去重新透過神嘅話語去認識自己，讓我哋知道我哋係被神所愛嘅兒女。但我明白要抗衡呢種咧以表現嚟衡量嘅價值文化咧，係一啲都唔容易嘅。因為喺我哋裏邊咧，心裏邊常常會有一句説話咧，就係話我哋唔夠好啊，我哋做得唔夠好。而喺現實生活裏邊啊，無論係家人啊、朋友啊、同事啊，喺教會裏邊都一樣，我哋好容易咧用一個表現嚟衡量一個人，用服侍幾多啦、事工嘅果效咧去判斷基督徒嘅靈命成熟程度。喺咁樣嘅文化生活裏邊啊，好容易俾我哋感受到壓力啦，同埋疲倦。所以我哋更加需要依靠聖靈啦，翻到去聖經，學習用天父嘅眼光嚟睇自己。我哋唔係咧否定咧人嘅努力，亦都唔係認為咧平庸就係最好，而係學習唔再用成就嚟決定自己嘅價值，因為喺天父眼中咧，我哋早已係佢所愛嘅兒女啦。咁呢個真理咧，其實直接影響住我哋點樣對身邊嘅人嘅。咁作為父母嘅弟兄姊妹嚟講啦，咁當孩子嘅表現唔好啦，成績唔理想啦，甚至做咗一啲錯事嘅時候啊，我哋自然會好灰心啦，好失望啦，好憤怒啦，心裏就話點解你唔可以做好啲啊？可能咧我哋會覺得我哋係出於愛，係好想幫助孩子。但我哋都要問一問自己，我哋喺説話同埋表達嘅態度裏邊，有冇傳遞一個訊息，就係話你要做好先值得被愛呢？然而聖經讓我哋睇到神喺耶穌仲喺孩童嘅時候神已經好愛耶穌啦。呢個提醒我哋，孩子唔係因為做得好先值得被愛嘅，而係因為咧佢本來就係我哋嘅兒女，所以我哋要愛佢哋啦。同樣啦，喺我哋當中亦都有啲弟兄姊妹係子女嘅。如果你係一個重視表現嘅環境裏邊長大嘅一個孩子啦，可能咧你會好熟悉一種嘅內在聲音，就係話我要做得好我先值得被肯定，甚至會覺得咧我唔夠好，我唔值得被愛。如果你淨係面對呢種掙扎咧，就唔需要咧去急於批評父母嘅，因為好多時我哋嘅父母啦，都其實喺呢種壓力裏邊成長咯。但福音咧能夠幫助我哋去打破呢種咧惡性嘅循環。我哋可以咧一方面尊重父母啦，理解佢哋嘅期望，但另一方面咧，我哋唔需要讓呢種評價去定義我哋嘅價值，因為天父都唔係咁樣睇我哋。天父愛我哋唔係因為我哋嘅表現。最後就係對正喺侍奉嘅弟兄姊妹嚟講啦，呢段經文咧亦都幫助我哋咧去調教一個正確嘅侍奉態度。咁我知啦，好多弟兄姊妹嘅侍奉係出於對神嘅愛，因為我哋經歷咗神嘅恩典，所以我哋侍奉。但我哋要小心啦，因為喺侍奉期間咧，好容易忘記初衷，甚至咧不知不覺落入喺呢個叫做生產力嘅陷阱裏邊。呢段經文就提醒我哋，唔好用侍奉嘅表現咧嚟衡量我哋同神嘅關係，亦都唔好用事工嘅果效咧嚟決定我哋嘅價值。咁記得啦，耶穌仲未開始事工之前天父已經同佢講：你是我的愛子。今日一樣啦，神都同樣係對我哋講，唔係等到我哋做好，天父先至愛我哋，而係因為天父先愛我哋，基於天父嘅愛，我哋先至去侍奉。咁當我哋越早明白呢個真理嘅時候呢，我哋就越能夠離開呢種嘅捆綁，喺基督裏邊咧活出真正嘅價值。願主賜福大家。